后来过来有关大罢免有风声，讲民进党甲罢免徐卡心列入精准罢免的名单，甚至国民党家己人嘛是遐查天火道。台北市议员陈慧珠伫政论节目讨论到罢免的议题，是来批评徐卡心走火入魔。这段伫广告的时间，罔开讲的讲话是专程互爆出。陈慧珠讲，徐卡心若互罢免，换废互提出来选，共款嘛是选会调。陈慧珠今仔日佫进一步来表示讲，徐卡心针对任何的批评，拢应该谦虚来面对。徐卡心面对家己人安怎讲是暂时无回应。把徐小军罢掉，就费鸿泰出来选，照样选赢那个许淑华啦，你信不信？罢免的代志才进入第二阶段连署名，就先讲到罢免后，什么人出来选？国民党市议员陈慧珠针对共党立委徐卡心的评论，伫广告时间拢放送出去啊。费鸿泰相对还没那么讨人厌，徐小新以前在当议员的时候，对啊，他那些奇奇怪怪的事还没那么多。年轻人就他走极端，一直走极端，对，一直走极端去了，就慢慢就走火入魔。徐卡心第二阶段连署未经通过，敢会党内斗争生来？毕竟陈慧珠是松山信义区在地议员，伫基站进入实领。听听外界的声音，对于别人的一些想法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了。以徐巧芯来讲，我觉得有一些行为可能是深蓝的也觉得不太妥当，比如说比中指啊，在立法院里面穿睡衣啊等等。其实徐卡心参加立委初选的时，两个人都袂喊。我觉得国民党不应该过度的讲求所谓论资排辈的文化，而是让强的人、有战力的人、有战功的人，有在公平的机制之下出现的机会。要落跑的人，每一个人一哭二闹三上吊。现在我们就看到嘛，有人又哭又闹的。无论是新怨还是旧婚，那也伫大罢免关键选区的整合，嘛是都要做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